再来看这诈骗有影是掠袂离，这云林的检警呢是查到一个诈骗集团，因是用亲戚朋友的这社群的小号去骗人来下载假的投资 App， 再搁安排一张假影有趁钱的戏，互被害者伫几个月内投入1500多万。即马专案是照诈欺甲洗钱等罪，甲2个主嫌依3法办。警方提搜索票，当场把诈骗集团成员抓起来。这个诈骗集团分工真幼，先盗用被害人亲戚朋友的社群口座，得到因的信任了后，才引导被害人登录假投资 App， 制作趁钱假象，互一个30岁查某被害人几个月内投一个1500多万，互骗去。起初，被害人不愿报案，经专案小组多次联系沟通，被害人才惊觉自己遭假投资手法诈骗。有一位李警官，他拿给我他们抓到的车手的照片，我整个人傻住，因为里面的几位都是之前跟我面交过的币商。等我回头算一算，我前后已经投入了1500多万下去了。警方表示，这个诈骗集团生意伪术洗脑被害人，制作 App 上面一直有咧趁钱。而警方初初咧提醒被害人的时，伊也唔信，一直到掠到车手了后，被害人才买车过来，转向甲警方配合，顺利逮捕10人。指挥警方由最基层的车手开始侦办，经不断的努力追查、循线破获现场的监控兼收水手，又破获其中阶干部，最后甚至契获到该车手集团台湾区的负责人。云林地检署讲，本案诈欺集团分4个层次分工合作进行诈欺，专案侦查终结，以诈欺处财罪、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。另外，也有一个姓詹的主嫌长期伫国外遥控诈团运作，目前检警扩大侦办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